主后2023年10月初5，每日圣安讲读经，为着基督的缘故，圣经咱做来听读。哥林多后书第2章第5节到13节。若有人互人艰苦心，毋是互我艰苦心，我较无爱讲甲过头严重，到某一个程度，是互恁大家拢艰苦心。迄款人受恁大多数的人谴责已经够野，恁颠倒着甲伊赦免，甲伊鼓励，才免互伊过头艰苦心煞绝望。所以我苦劝恁，着互伊知影恁确实有疼伊。我前写迄张批，是爱要知恁偌熬忍受考验，是毋是凡事愿意顺服。恁赦免什么人，我嘛赦免伊。我若有赦免什么人，是伫基督的面前，为着恁的缘故赦免伊。安尼才免互撒旦甲咱骗去，因为咱真清楚撒旦的诡计。我去特罗亚传基督的福音的时，主已经甲我开工作的门。不过无拄着我的兄弟提多，我袂安心，就甲遐个人相时去马其顿，为着基督的缘故。美国民歌楼上树顶的黄时代，讲述一位经生人伫出甲进前写批互因某，甲因某讲，若愿意宽赦伊，着伫家乡的楼上树顶悬甲一条黄时带。伊若无看到黄时带，就会点点离开。后来伊坐巴士要转去厝呢的路中，心内切着不安，就请司机帮伊注意看。接近家园的时，司机和车顶人客拢大声欢呼。原来迄丛大橡树顶盖满黄时带伫空中飞舞。宽赦是无简单的功课。特别是面对迄捌互家己忧愁的人，保罗捌写批劝勉哥林多教会，佮亲自拜访因，就是要甲教会带回正轨。后来虽然教会纠正错误，甲保罗之间煞有嫌嫌，因为安尼，保罗佮写批互哥林多教会。指出伊写批的目的，是要知影因是毋是堪得起考验，愿意一切拢服从伊。保罗希望因会当宽赦已经悔改的人，来显明对伊的疼，免得伊过分伤心就绝望。原本哥林多教会过度包容犯过失的人。到保罗指出教会的错误了后，因却阁过度谴责犯过错的人。因为安尼，保罗讲：恁赦免什么人，我嘛赦免伊。我若有赦免什么人，是伫基督的面前，为着恁的缘故赦免伊。也就是讲，假使基督已经赦免某人，教会也着赦免伊。这也代表保罗已经赦免迄个人。既然基督拢赦免了，咱减有无赦免的道理啊？当时保罗互教会的功课，到当也是咱的功课。咱爱为着基督的缘故，来显出对犯错的人的疼。这就是顺坦真理，活出对人的疼。有时面对犯过失的人，咱常常有两套标准。对有关系的人，咱可能因为惊吓暗藏因的错误；对无关系的人，
就算已经悔改，咱也要过度苛责。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避免落入撒旦的诡计，顶颠倒着甲伊赦免，甲伊鼓励，才免互伊过头艰苦心煞绝望。教会需要有纪律，做事目的毋是要赶走犯错的人，是爱挽回因。伫月光下面的十字架册中，讲到一位老牧者倾听受伤牧者的心声，陪伴伊对伤害中行出来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课，就是选择饶恕，搁为伤害家己的人祈祷。当老牧者过身了后，受伤的牧者才对伊的手册中发现，原来老牧者所经历的伤害，比伊家己拄到的还较侪。总是老牧者倚靠基督的能力，饶恕迄个人，搁为因祈祷。保罗就亲像迄位老牧者，用过来人的经验陪伴教会长大成熟。咱若学习保罗和老牧者倚靠基督，也通因为捌亲身经历过，就当真实陪伴遐个伫伤害中无法度宽赦别人的人。默想，伫我的生命中，捌因为基督的缘故，选择宽赦伤害我的人的经验无？伫我的生命中，捌因着基督的缘故，选择宽赦伤害我的人的经验无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互我成做一盏灯，会当伫黑暗中发出光，照亮前方，伫寒冷中带互人温暖。互我即盏互你的听点倒的灯火，也会当点倒遐个红恶化的灯火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